今天炒了这个藕片，还有白菜，又有三只蟹。然后我刚才清蒸了一条鲫鱼，这个是来自越南的啊，然后还没卖的时候也没有清理干净，是我自己把鱼就是弄干净哦，然后外面的鱼鳞也没有去掉，也是我自己把它去掉的。然后是这种鱼哦，就是中文名字就是红鲫鱼哦。我等会试试看味道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是鱼塘养的 ，farm raised。哎呀，我没看呢，我以为是来自野生的。哎呀，怎料是饲料养的。哎呀，难怪了。然后两条一包啊，就是6块5毛4，然后就4块9毛9一磅，差不多5块一磅了啊。这里2条有1磅，1.31磅，整条鱼也没有去那个鱼鳞的，很多鱼鳞。这样看不清楚。然後呢，我學阿燦哥啊，蒸咗啲飯啊。蒸飯可以減少糖分啊嘛。蒸之前呢，我就俾呢個煲啦，就煮佢啦，俾啲水啦，煮佢幾滾到啦，咁然後就倒出嚟啦，倒出嚟就俾呢個罌啦，俾呢個罌就可以過濾嗰啲水啦，下面有糖飯嗰啲水啦，然後俾啲乾淨嘅凍水、冷水啦，沖一沖佢啦，然後倒入呢個碗入邊啦，大碗啦，透明嘅碗啦，乜嘢碗都得啦，你總之係嗰啲裝得落嗰啲米嘅得噶啦，咁俾啲水啦，咁就咁蒸啦。要加水嘅，加少少水，咁蒸熟。咁依家去食啦。開飯，試下條魚先。哇，好鮮甜啊！雖然係魚塘養嘅，但係好鮮甜啊！哇！好食啊！唔知一度係咪啲豉油個關係咧？我啱啱俾你食咗啦。I just fed you more, honey. Be happy. OK。蒸飯又好食，好鮮甜啊！真係2條。就6蚊5毫4啊！我當佢係6蚊5啦，6蚊半啦，6蚊5。咁除以2啦，3蚊2毫半一條美金，哇，20幾蚊人民幣一條，都算貴㗎啦。哇，真係好鮮甜，無可否認。我俾啲葱啊〜俾啲薑絲啊，咁俾少少油，鹽咁清蒸佢8分鐘，然後灒啲豉油啊同埋油，咁淋上去。頭先唔記得咗拍前一段都唔記得咗拍。呢啲咧
四川臘肉都好食啊！會上癮嘅，好食啊！準備睇電視，嗰邊個緬甸、泰國個地震真係好犀利。因為平時咧啲時間又緊張啦，又唔夠用啦。喂，中胃晒啊你！好鮮甜啊！估唔到咁鮮甜，真係好食。喂，做咩？吸鼻氣啊？發嬲啊？啊？一條魚之中，我最中意食魚頭，其次就係魚尾，其次就係魚尾，唉，真係太好食啦！自己一個人食晒條魚，冇人同我爭，真係開心嘅啫。好食。四川臘肉真係好食嘅。你吠乜啫？ It's okay。